周小松議員。多謝主席。我跟進我自己提嘅問題啦，就編號係277嘅，咁啊關於救生員外判嘅。咁就由於公務員救生員啦，尤其是季節性嘅救生員呢，就即係佢流失都幾嚴重下嘅，咁啊導致長期人手不足啦，就影響到一啲泳池啊、泳灘嘅服務。呢一點我諗市民都幾關注下嘅。咁喺舊年9月呢，就康文署呢就將轄下嘅6個泳池呢嘅救生員嘅工作呢就外判。咁按照各方嘅答覆呢，就呢個合約嘅價值呢就7500萬嚇。咁我咁樣除落去呢，就佢需要每日就提供68位員工啦，就24個月嘅。咁就每個崗位嘅當值成本呢係45956元。咁如果我哋睇翻公務員救生員嘅工資呢，按照鐘點薪金去計算呢，就大概公務員救生員每薪酬平均呢就23,630元。如果純粹睇呢兩個數呢，似乎外判呢就個成本係相當之高嚇，係相當於公務員工資嘅1.94倍。咁當然啦，就可能我相信計埋 MPF 啦，計埋一啲嘅其他嘅一啲約滿酬金啊嗰啲福利之後呢，我相信都未必需要咁貴嘅。咁我想問下各方呢，就呢條數係點計啦？如果計過呢條數之後，嚟緊我哋再招聘一啲季節性嘅公務員救生員嘅時候呢，會唔會有機會有空間將嗰個薪酬呢調高翻少少，等到有翻多啲吸引力？呢個第一條問題。咁第二條呢，我跟進翻我自己嘅問題啦，就編號276，就關於5天工作週嘅。咁主要呢，就我想睇翻呢，就康文署呢，就喺即係推行咗 Smart Pay 之後呢，按照個答覆呢，就多咗66位嘅同事呢，可以有機會行翻5天工作週。咁但係似乎我覺得個比例啊係比較低嘅，因為我哋呢個 Smart Pay 咧係喺240個場地就安裝咗成375個嘅咁樣嘅服務站。咁事實上就隨住第二階段嘅一個功能嘅優化咧，市民嘅使用咧都熟悉度都高咗，咁可以慳翻啲嘅人手，我相信會多啲。咁局長即係康文署嗰邊咧，可唔可以即係睇下嚟緊嗰1-2年咧？將呢個可以推動行到5天工作週嘅嗰個同時呢個數呢能夠去到大一啲，或者有冇一個目標能夠未來2年可以推動幾多嘅同事行到5天工作週？多謝主席。好啊，局長係咪？主席，因為呢個題目都係比較具體運作部門問責，我請康文署長作答。好啊，陳處長。好啊，多謝主席。兩方面嘅問題啦。首先呢，就係呢一個泳池嘅救生服務外判呢一樣嘢，我哋而家行緊呢係一個試驗計劃嚟嘅，外判咗6個泳池嘅救生員嘅服務。咁我哋2年之後呢，嗰個合約呢就會完成。我哋都要再睇睇呢一個咁樣嘅安排呢，係咪符合到頭先袁所講嘅經濟效益？咁但係我哋呢始終呢面對呢招聘救生員呢幾年都有一定嘅困難嘅，因為出邊個市場人手都緊張，亦都好多新嘅私人泳池呢都會落成，都會需要救生嘅服務。咁頭先已經提到啦，我哋喺呢一個季節性嘅救生員裏邊呢，其實我哋設定嗰個薪金呢已經比起就即係呢可能公務員嗰個薪金已經高咗啲㗎啦，咁樣。而家大概係23,000幾到24,000幾左右，都希望呢用呢一個咁嘅薪金呢，喺我哋旺季嘅時候可以吸引到多啲人嚟到去幫我哋做季節性嘅救生嘅服務嘅。咁呢個其中一個措施。另外我哋增加救生員服務措施呢，都包括幾項。我舉2個例子，其中一樣呢，就係我哋同僱員再培訓局合作，去舉辦一啲咧就請力嘅培訓嘅課程，希望希望多啲人呢對呢一個救生員嘅行業咧有興趣。第二樣嘢咧就係就住一啲少數族裔啦，可能佢哋咧都會有呢一個志向加入救生員嘅服務嘅行列嘅。咁我哋咧都會向呢啲族群咧嚟到去舉辦一啲請力嘅訓練課程，希望鼓勵佢哋咧可以加入去救生員嘅行列嘅。咁至於5天工作週啦，其實而家咧5天工作週咧，我哋需要按照翻公務員事務局嘅規定咧，有幾項準則咧，先至可以行到5天工作週嘅。咁在於康文署嘅場地嚟講咧，因為咧大部分嘅場地咧都係公眾假期星期6日都會開嘅，而開放嘅時間比較長，
就上晝可能7點鐘去到夜晚11點鐘。咁所以要行5天工作週呢，我哋都要因應翻場地本身嗰個人手安排呢，嚟到去靈活運用嘅。而家我哋會點樣做呢？我哋要鼓勵翻我哋個別場地嘅同事，佢哋呢，如果因應翻佢哋場地運作嘅需要同埋人手嘅安排，可以嘗試到行到5天工作週呢，我哋管方係非常之歡迎佢哋提供措施，我哋願意俾佢哋呢盡量去嘗試嘅。咁當然啦 ，Smart Play 行咗之後呢，其實呢長遠係可以減少到呢一個人手嘅需求。我哋都會盡量呢透過呢個科技呢，希望人手方面呢可以靈活調配，讓多啲同事可以享有5天工作週呢一個咁嘅安排嘅嚇。多謝主席。